大家好啦，我阿玲啊。咁去完火車博物館啊，有啲肚餓，咁我就去咗吉野家度食飯啦，食呢個牛雞雙拼。因為牛肉同雞我都中意食，咁我有選擇困難症，突然之間，咁啊變咗牛雞雙拼，咁啊唔怕選擇困難症啦，兩樣嘢都有。咁就加埋杯檸檬茶，69蚊咯嚇。咁而家好似冇咗下午茶，好似係。咁唔緊要咯，我都當晚餐食啦呢個鐘數，因為我都買咗啲買咗多士咯，又買一啲衫咁咯。咁寶湖嗰度平啲啊嘛，啲衫出入口。咁好啦，下次再同大家周圍去啦，拜拜。